是新闻独家镜头来看到高雄一个70多岁退休的妇人人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讲是检调单位，讲这个妇人人牵涉到刑案，要求伊就要汇42000块美金，差不多是代票128万。无想到讲警察接到报案了，赶来到现场，这个妇人人看到便衣的警察，还阁起交疑，落尾看到穿警察衫的人来到现场，才把伊的钱补掉了。一个乌巴桑面色真沉重，徛伫咧柜台头前，准备要来领一笔钱。看到这个办事唔对，银行的人赶紧来报警察处理。你汇了100多万台币出去的。对，如果被骗了怎么办？警察来咧好心可劝，但是伊唔听，阁坚持家己的想法。他去了香港有几年了吧？几年？我也搞不清楚。大约你也不知道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就惊拄到诈骗，警察继续来追问，希望照安尼来突破心防，但无想到是因为穿便服，煞来受到质疑。你们哪一个是负责的最大的？我最大。你最大吗？对。可是你都没有这个信心啊。我大到不用穿，我大到不用信心的。代志就发生伫咧高雄，这名70几岁退休的乌巴桑，进前接到讲家己是检调单位的诈骗电话，用投资公司立即兴案做理由，要求伊汇42000块的美金。但是就惊喺代志的逼空，诈骗集团的人阁教这个乌巴桑，若是有人问起，就用客查某囝伫咧香港需要急用钱来暗砍，但最后也是逃袂过法律。事态紧急，那我们还没有来不及换上制服，就赶到现场去。当下是请我们同仁制服同仁到现场之后来证明我的身份。诈骗的手法一直有新的，奇奇怪怪拢有。警方嘛呼吁民众，若是接到亲像安尼的电话，就要进一步来问，较免受骗。但搁来听一摆这个乌巴桑甲警察的对话。可是你都没有这个信心啊。我大到不用穿，我大到不用信心的。互人想拢无的回应，嘛互处理的警察唔知是要笑也是要哭。好佳在有人来到3工证明伊的身份，才会当保掉这个乌巴桑欠落来的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